我这第一次开豪车，怎么就给我这么大一个考验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，先生？你有没有事啊？先生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别怕，不好的事情都被我吹走了。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，不好意思啊。一遇到这样的下雨天，我就会想起不好的事情。你没事就好。那个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个急事，我必须要去个地方。要不这样，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留一个，你有事打我电话好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你那台车好像也开不了了，不如我送你过去吧。莫总，你……这位小姐车坏了，你给她处理一下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叫人来拖车。那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啊，不会，也是因为我你才撞到的。谢谢啊。实在是太感谢您了，我到了。别客气，我可不可以加你的联系方式？等车修好了，我想联系你。啊，好好。好，谢谢啊，那我走了。莫总，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吗？他好像不记得我。